拄则甲咱讲过，这个姓宋的男大学生已经出院啊，伊赛车去下着玛莎拉蒂，和这个恶线来拍成重伤，送入这个加护病房，为有生命危险，到病房有较好，入院呢待19天，再去平安出院。出院这一天呢，伊有送一张亲手写的卡片，加一束花，感谢医护人员的照顾。医护人员加主治医师嘛，做一加祝福。嘛讲伊转去了呢，会使好好啊复健，一直到伊完全恢复健康。这个姓宋的男大学生戴一顶黑色的帽啊，一个轮椅顶，看起来精神阁袂歹，一手甲医护人员道别。从心里打从心里非常的感谢你们，对，能够对我儿子那么完善的照顾，真的是会有这种荣幸受到这种照顾。伊献花和神经医学主任代表，还有一张家己亲身写的卡片，多谢医护人员的照顾。在营中医护人员的祝福下，伊入院19天平安出院。那回去的时候呢，要饮食正常，生活作息要正常，不要熬夜。起来走路的时候小心哦，不要摔倒了。好，定期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，每一个科的追踪都安排好了，你要照那个时间回来。好，那应该很快啊，就可以回到学校跟同学再见面了。虽然是出院啊，不过未来复健之路医院要真长，伊双蕊目睭的视力也未复原，出院了还阁密切回诊追踪。伊伫11月7日，甲朋友结束教会活动，赛车甲玛莎拉蒂烧夜了，被拍成重伤，暴露生命危险。伊伫到12载人了后，会使家己喘气，15转入普通病房。今日总算会使出院转去啊。目前涉嫌拍人的3名嫌犯还伫受押，等到这个男大学生出院，检警做笔录会阁继续追查。宋太太讲，这嫌犯真恶质，一定爱分接受法律的制裁。